后来，过来是屏东县长潘明安甲台湾灯会办甲真成功，嘛，互伊将做人气王。昨深夜，伊第一届伫个面册开直播，甲大家分享伊即届办灯会甜酸酷涩，吸引到1万外人当时就线来观看。好，各位网友，对不起，第一次直播设备比较阳春。伫设备简单的宿舍内面，屏东县长潘明安伫深夜时第一次伫网络直播。跟很多网友可能我到灯区的时候要找我照相，我赶快跑，不是摇摆，是因为我要急着赶快去解决，看到那个地方有所不足，要马上。伊伫讲无停，当然是咧讲台湾灯会伊的过程酸甜苦，讲互大家听。我曾经呢摔倒过，脚里面目前还有一坑呢。这个脚我不知道这样炫不炫，会不会秀起来哈？这一脚，这个脚呢，真的还是一个地方还没好，这个就是一个铁证，所以这不能。因为伊骑电动车脚受伤，所以来佫提出一袋，这内面有秘密的物件哦。真的就是吃了乖乖，沙琪玛、煎饼、华珍煎饼都是在地的美食，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让希望用更贴心的服务呢，让在酒后等车的好朋友能够喜怒。每天拢无用到半暝3、4点，甚至2天无洗身躯，为了提供上好服务给大家，潘县长的面书直播吸引9万的支持者观看，再次证明伊的超人气。